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在来看中营海运今年的年尾奖金，共要发50个月；中营航空3个月，也毋过中营航空只有1个月。互地勤的员工是真不满哦，这几工连假大得讲好做回休困，嘛造成货运甲行李拢无人通处理，直接影响到3000外旅客的行程。民航局嘛已经要求中营要赶紧甲员工沟通。对相片看到机场的行李囤规堆，因为中营航空的员工跨年连假有151人依法休假无加班，造成货物要上路加行李的搬运拢无能力，航班大乱。到初一暗7点，有79班次航班受影响，出境的客机平均延误124分钟，入境客机平均延误119分钟，3000多位旅客受影响。因为疫情啊，怕有什么额外的什么不知道的没有预期的事情，所以说特别早了2-3个小时到。其实我们很久没有回家，其实我觉得对一些在海外的台湾人也会影响蛮大的。对啊，劳资应该好好冷静的好好沟通。航空的员工集体休假，是因为中营海运的员工今年年终奖金会当领52个月，中营航空也确定会当领3个月。中营国际度分3个半月，不过中营航空只敢拿1个月，员工真不满。很多东西都被牺牲掉了，那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今天才说可能会要走到后续的什么动作干嘛的，那可能那是逼不得已的。长荣集团今年是赚钱的，那相较起来，其实航空亏了100次，然后发了1个月的年终奖金。那航警他们在赚钱的情况下也只发1个月，所以他们觉得太少。技术工会发声明，希望中营集团伫咧创造利润的时阵，也分利润照顾员工。中营是回应讲，中营航空已经紧急协商其他地分公司，或者是人力派遣公司协助支援。目前延误的状况已经慢慢消透，对有造成旅客无方便，中营航空表示道歉。民航局长林国宪先后有打电话给中营航空甲中营航空高层。除了要求维护旅客权益，也要赶紧甲员工沟通，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警察局一个秘书室姓曾的主任涉嫌恐吓讨钱，新竹警方要抓人，说互伊落跑，伊个塞车去弄警察咯，警察开9枪才抓到人。昨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立嘛家己请求处分。元旦暗时，台南市全市公布展开30天的扩大零检。希望在春节前后修好地方的治安。市长吴伟提也出席群众教育会议，请市民朋友们要对警察弟兄寄予信心。那我相信警察绝大多数的警察同仁都是这个廉洁支持。吴伟提的安尼先讲，是因为台南市警局的秘书室姓曾的主任。最近伫咧新竹县涉嫌恐吓取财1000万，一个塞车载一位女子拒保冲弄警察，和警方审下，成立第2出狱裁定10万块交保。检察官讯问后认庄男犯罪嫌疑重大，向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定庄男交保10万元候传。虽然交保，不过台南市警局认为，姓曾的主任无正常的男女感情交往，升起一支大过处分，调非主管的职务。因若涉及恐吓处罪罪嫌，是处停职的处分。庄前主任身为主管人员，没有办法把持自己，因为男女交往而衍生出这些恐吓取财的不法行为。虽然10万元交保还没有定罪，但是我们决定还是予以停职处分。这位涉案的姓曾的主任做警察20几年，捌做过苗栗甲宜兰县内警局的分局长，伫台南市警局是先做督察，再个做秘书室的主任，对家己提拔的部下了出这件代志，彭永玲认为督导不周，自请处分。我个人没有做好，我也坦然面对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向市长以及署长来自行处分。警政署长黄明昭知影消息了，真痛心，讲若是有危机，绝对严办。所来将会看涉案的情形，追究行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东北季风增强，佮受到南方云系往北平线的影响，北部东半部会落淡薄仔雨，基隆北海岸佮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部分所在有可能会落大雨。咱来看云图。
因为各地云是真济，雨水嘛会增加，温度嘛是较凉冷。台南以北宜兰花莲温度大概是16度到17度，高雄屏东有台东大约是18度到20度，北部的温度大约是19度，其他的所在嘛是伫21度到23度。今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亲像是雪山，嘛是有可能会落雪。明仔载甲后日嘛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就要特别注意会落大雨。拜4到拜5，东北季风减弱，北部跟东北部的温度会淡薄回升，只有这方面的地区会阁继续落淡薄雨。拜6甲礼拜有一波冷空气会落南，目前强度阁无确定也毋过会较大雪，所以全台湾应该拢会出日头，只有花莲台东地区会落淡薄雨。咱再来看元旦，有真侪民众拢真早就出门要去看日头光，也毋过受到东北季风甲南风混合影响，北部的天气是无介好。基隆北海岸甲宜兰这2天阁落大雨，所以拢无看到。高速公路昨下晡就开始塞车咯，尤其是国道5号往北塞甲真严重，今仔嘛有可能会塞车塞几工。看起天顶的云真高，天也袂光，不少民众就来到台东的太麻里海边，要等待日头出来。也过日头就是不爱出来，甲大家来见面。不过这一点都袂影响到对台北新竹来的民众迎接新年的好心情。外面希望看到曙光，会不会觉得很失望？不会，很嗨。受到东北季风甲南风混合北移的影响，气象局表示，这2天天气确实冷。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爱到拜四时阵，这个雨势才明显落来。礼拜4，也就5号之后呢，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了一点，水汽也会变得比较少。连假的第2天，国道下晡出现上北的车流，其中国5连接头城交流道的上北车道，车牌真长有几公里，就算开上国道，也只好慢慢开，时速也无到20公里。高公局有估，初二休假这天会对暂时拖到暗时。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8点都会有车多拥塞的状况。高公局指出，休假日西部国道北部部分的路段，下晡3、4点到暗时8点，车水较会塞；中部部分的路段是伫下晡3点拖到6点。提醒民众伫暂时车较少时阵来出发，也是该行替代道路来闪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因为少子化，今年元旦出世的安婴仔嘛减少。桃园市去年的元旦有101个安婴仔出世，今年只有一半55个尔。新北市嘛只有43个，比去年71个、去年78个嘛减少约一半。再来看《联合报》，因为2岁囡仔幼儿园的名额无够，教育部去年本地是拍算讲要来开放3岁到4岁班级，若是够有名额，会讲开放2岁囡仔来读。也毋过有教团体是真反弹，教育部最近嘛甲这个团体开会来讨论，已经决定要先取消这个政策，所以有家长是真无奈哦。再来看《自由时报》，新的一年已经过炭烧了，昨国内新增加25270例本土病例，是比顶礼拜增加4%。指挥中心预估，未来1礼拜确诊人数会阁继续增加，1月底、2月初会是高峰。咱再来看1月初开始，中国飞来台湾的航班旅客拢爱验喙内 PCR 才会当入境。入境了后，嘛爱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最近因为中国疫情长的关卡，有袂少台商拢提早回国来过年咯。工作人员穿好雨衫、挂面罩，拿所有旅客来写资料，旅客也赶紧办理入境的通关。桃园机场元旦开始，对中国来台湾的旅客，拢必须伫机场实施喙内 PCR 采检，才获得来入境。不少民众拢赞成这项做法。会在家里，会觉得不方便？不会啊。指挥中心讲，特别是中国来台湾的直航班机，对这个月初1到3日，旅客拢必须要实施采检了后，才获得入境来进行0+7的自主防疫。另外，初早起，这只厦门航空顶面84名乘客也拢完成采检。疾管署表示，下伫24小时内就有结果。后的2天内，那我们也建议做这个快筛一遍。那之后出门每2天快筛阴性才能够出门。
另外，伫台中的文心森林公园，原导有未少民众来自疫苗。医师指出，最近中国防疫放松，疫情搁再清悬，未少拢是台商回购来自这个次世代疫苗。因为他们会担心，就是目前大陆的疫苗保护力可能不够，再加上疫情的泛滥，第一个回来避难，第二个他们还是想要寻求一些国际性的疫苗。另外，国内疫情也增加，儿童动静的个案清悬，民众搁赶紧来做疫苗咯。卫生局讲，这阵疫苗有够，符合资格民众应到平台去预约，也是到注射站随到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外界风声讲，台湾、日本的退烧药啊，真侪拢互扫了，叫寄到中国去互亲戚朋友哦。也毋过，中国的官方媒体是指出讲，目前因国内药啊，各有够额。也毋过有记者实际去农村来了解哦，发现讲，庄海的诊所根本是无药啊通用，有真侪确诊者是买无药啊通食。急诊室内底拢满，无得阁接纳病人，病床甲散数通只好刷到急诊室外口。湖北唐山的病人非常多，反映疫情依然伫高峰。另外来到江苏农村杨桥村，当地无大病院，当局甲发烧的诊疗车开来，短短2点钟就诊治70人。相关单位表示，药品都已经发放了。这些药品和抗原已经发放到基层。不过，对这个新加坡记者来到中国西南某一关，敢若看到关城诊所人排队排真长，更加进入农村拜访时，乡村的诊所医师坦白讲，什么药啊拢欠。最缺啥子药？最基本的呢，现在止痛的，抗病毒的那类型的。退烧药没了吗？也是紧缺的。偏向未少老大人，家己一人大出现症状，有人行2点钟去买药啊，有人头壳痛，无药通食，靠一个偏方。他们真的气愤、多糖、虫子、酸、生姜、干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正伫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株引发肺炎的比例比原始株加delta较低。不过，因为感染总量悬，造成患着肺炎的人也得哩清悬。会出现比较多的感染的患者，这是很显然的，而且它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肺炎的病人。央视伫江苏农村翕到药品被运往地方，显示供应充足。也毋过新加坡记者来到农村拜访，是看到无共的情况。也毋过报道之后，有关调工来补充说明，讲欠药的情况伫播出时已经改善了。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巴西的新任总统卢拉伫元旦宣誓就职，强调讲未来完全来禁止测亚马逊河林的树啊。已经落任的总统波索洛纳虽然阁无要承认讲伊选输，也毋过伊人已经伫12月30飞去美国咯。巴西总统卢拉元旦宣誓就职，伫国会外口阅兵，现场有3万位支持者观礼，另外有几多万民众伫巴西利亚滨海大道庆祝。这是伊第3遍出任总统。卢拉政府新的目标，甲前一任总统波索纳罗4年执政差真多。波索纳罗伫咧保护亚马逊雨林大退步，庆基的管制更加宽松，对原住民甲少数民族的保护也无够。Nossa meta é alcançar o desmatamento zero na Amazônia, a emissão zero de gás de efeito estufa na matriz energética. 卢拉宣誓就职进前，国会成为球王比利默哀。即天受到巴西利亚维安正严，当局部署1万位警察甲军人，有一个早跑啊加一支刀的查甫人，想要入去就职典礼会场，互警方逮捕。前一任总统波索纳罗的支持者爆发出暴力威胁，国家大进前，警方及时阻挡一台油罐车被人放暴力笔。卢拉讲，反对民主行为的人会被追究责任，伊会救这个分裂的国家。不过，伊无讲到波索纳罗。A seus desígnios pessoais e ideológicos, mas vamos garantir o primado da lei. Quem errou responderá por seus erros, com direito à ampla defesa dentro do devido processo legal. 波索纳罗无参加这场就职典礼，伊到即马一个高则承认败选。伫咧12月30已经坐飞机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互人认为是为了要避免所落来可能出现的法律追究的问题。今年77岁卢拉，去年10月大选破败波索纳罗，赢到前所持有的第3个总统任期。在此之前，伊是因为贪腐被抓起归1年半，坐监坐580天了后，最高法院撤销似乎对伊的指控，可以当当选再起。
伊的朋友讲，在国家和卢拉的社会正义感更较强。卢拉捌伫咧2003到2019年做总统，帮助2000万巴西人脱贫，复苏巴西就业险，抑佫争取主办世足赛，甲2016年的2月奥运。即便上任，也拄到重大挑战，包括改善巴西的经济，并且甲和波索纳罗分化成这2级的国家，搁再团结起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全球各地拢在迎接新的一年，各国领袖嘛发表新年的致辞。罗西亚总统普廷是讲到，在2020年，罗西亚做出真困难，也毋过是必要的决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望讲，新的一年，乌克兰当拍赢战争，和民众返来家己的故乡。也毋过，罗西亚伫跨年暝哦，又搁攻击乌克兰真侪所在。克林姆林宫出定的国旗得到风伫咧飘扬。伫跨年暗，俄罗斯总统普廷伫咧娱乐的影片对民众致辞，讲2020年是国家做出困难也过必要决定的一年。Завершается 2022 год. Это был год трудных, необходимых решений, важнейших шагов к обретению пол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России и мощной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нашего общества. 普廷讲，欧美国家就由乌克兰甲俄国的国民减弱甲分裂俄罗斯，当局绝对不准任何人有这种做法。俄乌战争已经拍超过10个月，美国前总统川普也伫咧参加家己名下的爱河尊恒跨年派对时阵，希望乌克兰的情势能赶紧平息。因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希望新的一年乌克兰会当拍赢战争，和2023年将这国民回归家乡的一年。Нехай цей рік буде роком повернення наших людей, воїнів до своїх родин, полонених до своїх домівок, переселенців до своєї України. 不过，伫咧这应该庆祝的日子，俄罗斯则伫咧30日即天对乌克兰全国各地发动攻击，至少发射20几粒旋翼飞弹。伫首都基辅甲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等地，至少有1个人死亡，26个人受伤。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这边的攻击，证明俄罗斯支持魔鬼，而且甲魔鬼徛做伙。另外，北韩伫31日早起差不多8点，先发射3粒弹道飞弹。要伫元旦即天透早差不多3点左右，伊阁射1粒弹道飞弹。虽然这4粒飞弹拢落伫咧日本经济海峡以外，不过也再一次引起日本的不满，提出抗议。这也和北韩伫咧2020年发射飞弹的次数增加到37遍，创历史新高。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对罗西亚的民众来讲哦，心情是真复杂。国际社会对因发动制裁，使因国内经济无帮盘，也毋过有真侪亲戚朋友拢上战场。新年的宴会嘛取消，过节有真侪物件拢买无，其实是无啥物心情通过年。俄罗斯正入迎接元旦的年假，也个1月7日当正到圣诞节的新年庆祝时期。莫斯科落大雪，原白色的世界敢若是动画故事共款美丽。日暗了，灯光一拍，更加水。红场圣诞市集的好食料理，加玉龙园，囡仔耍甲真欢喜。高尔基公园甲往年共款，有正大丛的圣诞树甲装饰。不过今年加一个战争味，有代表胜利的 V、Z 甲 O。Праздник остается праздником. У нас здесь, скажем так,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ши товарищи там где-то занимаются какими-то делами такими, которыми... Сложн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праздник, когда ты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там людям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плохо. 今年冬天圣诞买起较晚，不过这2个月业绩也算袂歹，因为西方制裁原因，正确的圣诞树计销起真多，所以为了要省钱，大家拢买较细丛个。因那西方的精品业者拢已经脱离俄罗斯，爱明白少年人消费也降低，征召30万人去做兵，对因来讲也是压力。У меня друга сейчас забрали как срочника, взяли, переправили его в Крым. Ну, то есть это все равно создает небольшое давление. Когда только появились эти новости, у меня, было... 因若去超市买物件，拢看袂到外国商品，有人认为是减一半。伫最近卢布下跌，进口的成本增加，对这对白仔囝的对话，看出民众看法无同。Когда покупаем российское, все на прилавках есть, ничего не поменялось. Поменялось многое.
значит, точно меньше стало выбора в плане сыра импортного. Ой, сыр этого хоть жопой жуй. Пап! Во всем магазине. Ну, правда, нет,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да? Вино вот сейчас, например, португальское, не нашла нигде белое Матеуш вкусное. Крымского много вина хорошего, нашего, русского. То, что им... Короче, все есть. Всех победим. Погнали. Просто заполняются полки и все, чтобы не пугать народ. И какое у вас настроение в целом?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ое. Просто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о. Я думаю, что и у всех такое же настроение. 战争10个月以来，俄罗斯军队表现无好，不过对抗西方制裁韧性是正强。外界所预期的经济崩盘并无发生。2022年经济衰退3.5%，比预期较低。专家讲，今年也未崩盘，主要原因是西方对能源分阶段制裁，对未来也看袂到影响。一若西方的投资者离开，甲公司工厂卖互当地人，一个人继续贡献拼经济。不过长期的效应是正大，军事工业机械依靠西方的技术进口降级，新兴市场无法度弥补对西方能源出口的损失。再加上几60万青年人去做兵，或者是早离开俄罗斯，造成劳动力无够，提升通膨，军事支出增加，也影响到建设甲研究教育预算，一定会减弱俄罗斯的长期竞争力。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再来看美国甲加拿大最近因为有真大的寒流，纽约的水牛城甲加拿大部分地区有真侪所在哦，拢予大雪封条的，看起来是真惊人。也毋过这2天温度回升，民众是赶紧摒扫哦，伊是真烦恼讲雪会溶甲上过紧，排水口未赴涉水会淹水。行落雪经过清除了后，部分堆伫路边，真早黑色的雪，各部分是因为积雪伤悬，都市车清袂叮当停伫路边。美国经过炸弹气旋轰炸了后，纽约州水牛城的雪总算是停了，也毋过后续的都市工课才是互人上头疼的。Honestly, the cleanup has been the hardest part of it. The snow we're pretty much used to. It's just the not being able to get around, people being stuck, traffic, you can't go anywhere. So it's more of a mental thing. 在气温回升之下，居民开始出门，全部人拢在清积雪，因为若是唔赶紧处理，积雪扬甲伤紧，恐该互粪扫载着雪水，甲排水口塌掉，变到做大水，所以居民嘛互相斗相共，想要摆脱可能做大水的状况。We helping out. We digging out all the sewers so all the melted snow can flow. 这个炸弹气旋，互美国包括水牛城的38人，有所在人因为低温相关的因素无命。当地一间餐厅佮出现亲像电影冰雪奇缘内底冰雪城堡的场景。虽然即马气温回暖，冰雪一直咧扬，亲像特别的瀑布。赶快出现冰雪奇缘景色的，佮有加拿大安大略郡南部的伊利堡一个小镇，因为真济乌岸边的徛家挖海水，当地出现2层楼高的海涌冲破爆花，互徛家受到冰雪砍掉的。这特别的景观吸引真济人去翕相，也毋过当局嘛提醒，乌岸边的冰站状况非常无稳定，呼吁民众莫过去。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伫推特表示讲，伊昨甲中国打上任的外交部长真公来对话哦，嘛有讨论美中的关系。56岁真公伫2021年担任中国驻美国的大使，中共伫去年的12月30日任命真公做外交部长，接替王毅。美国国务院嘛强调讲，美国会继续保持沟通的管道。再来看中国伫东海附近动作是真多，日本防卫省是表示讲，中共派出大型的侦测无人机，将飞过宫古海峡，飞到太平洋又搁射翻头。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嘛派出战斗机来应应。中共的解放军即届派出的侦测无人机，是日本自卫省自卫队头一届看到的机型。日本的防卫省是表示讲，中国透过无人机来提升作战的能力，未来因会继续来提悬境界。再来看英国政府昨公布讲，去年有超过45000的欧洲移民对英吉利海峡到英国，比2021年是加出17000外人。法新社的报道嘛指出讲，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嘛承诺讲要来减少非法的移民，也毋过非法移民的议题，目前嘛已经真做是英国真严重的问题了。
再来看总统蔡英文昨伫元旦升旗典礼发表新年的谈话，提出维持经济动能等4大重要的任务。外界嘛正关心讲，超收的税金额敢会发现金还互民众？总统是表示讲，目前是无讨论讲要发消费券还是现金，这笔钱会用来协助高风险的民众甲产业，嘛望讲民众会当理解。总统好，副总统好。2023年元旦升旗，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共同唱国歌，随伫总统府内发表新年的谈话，提出集中的团队要维持经济动能这4项重要任务。对着各界关心的是不是加税金还互民众普发现金，蔡总统态度保留，表示会议上无具体来讨论发放消费券还是现金以及时程，请民众理解和支持。我知道近来有人主张要皆大欢喜，将这笔钱平均分给每一个人，但在全球经济高度不确定的此刻，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把宝贵的资源优先协助高风险的国人及产业，来维持国家因应危机的韧性。另外，有关国家长远发展的6大核心的战略产业，总统府甲行政院共同来检讨，并且召开咨询会议。蔡英文解说3800亿税收，中央政府对3面向来做4个部分的规划，前2部分2000亿用伫补贴，剩的1800亿还阁来讨论，认为钱要用伫需要用的所在。不过，民进党内部针对着是不是普发的意见拢无同，有立委认为应该按针对性来补助，不要普发比较好，能够把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才是对的。要不要普发可以讨论，对一些低收入、中低收入户或者一些低薪族，我觉得要优先发放。国民党团支持发现金，时代力量党团持保留态度，认为政府应该就严来考虑。民众党团支持普发现金加照顾弱势，也应该赶紧向民众来公布这个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的谈话有讲到两花一家亲，咱的总统蔡英文嘛表示讲，有注意到习近平用较和平的方式来表达。也毋过，总统嘛提醒北京当局，中国的军方长期伫咱台湾附近的军事行动，对两岸的关系甲区域和平无啥帮助。针对最近中国疫情压关，咱的总统嘛表示讲，台湾愿意提供协助。海峡两岸一家亲，衷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携手并进。新年贺词化工两岸一家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亲像去年同款，讲祖国统一。总统蔡英文元旦的时阵表示有注意到，不过嘛提醒强军的军事活动对两岸关系无帮助。那我也注意到，他是用一个比较和缓的方式来表达哈。但是我要提醒哦，台湾周边的解放军的军事活动哦，并无助于两岸的关系，也无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针对中国疫情反恐，蔡英文表示，以人道关怀立场，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疫情了后，两岸人民恢复健康有特殊的交流，也甲维持台海甲区域的和平稳定，这是2023年两岸共同课题。不过，副总统赖清德进前提出和平保台，甚至代表民进党抗中保台路线调整了。赖清德这项做法，也让人当作权力长期交接的信号。好，那我就一并回答哈。那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讲法，我觉得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也就是持续的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哦。推动抗中保台的政策，造成两岸关系空前的紧张，也导致两岸政策呢荒腔走板。前总统马英九元旦讲，政府会当甲中共当局展开对话，寻求和平。不过，强机也是持续扰台。国防部公布，看年暝到元旦透早，侦查到强机24架次，共南4架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昨台北市长蒋万安甲前市长现任的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嘛做伙参加元旦的竞行活动。蒋万安是表示讲，伊按说要开放发送中央敬老金，也毋过郭文德是表示讲要改会当，也毋过钱对未来，都要向民众讲好清楚。
2023年头一天，台北市长蒋万安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共台，前后两市长做伙来烧天元旦行路。不过蒋万安规划台北市要来恢复到中央敬老金，捌讲过失望的郭文哲再度呼吁，钱要对倒位来，爱讲好清楚。他可以改，但是他就要讲清楚嘛。我跟你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钱就这么多，不然看你要挪哪一笔钱，或者是你要举债，就要讲清楚啊。台北市议会很早就通过了恢复发放中央敬老金的自治条例，所以我们就会依照相关的预算及相关规定来办理。钱的问题不是干那这一件，最近大家真关心的税收调整，中央规划其中的1800亿，会看情形来演绎分予全民。不过郭文哲一直讲中央是欺骗人民，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认为，卖就要发现金，卖发券。这个案例是典型的欺骗人民，什么意思？你的这个他一定说什么收支平衡，其实中华民国哪有可能收支平衡的？我们更积极的要求，一定要发现金。不要再找民众的麻烦。柯文哲炮火对准中央，元旦总统府升旗典礼虽然有受到邀请，不过伊嘛是无去参加。颠倒是蒋万安是头一摆以台北市长的身份来参加总统府头前的元旦升旗，也佮甲总统蔡英文共台唱国歌。记者欧阳张主加曲福在台北报道。民进党选举选书内阁敢会改组咧？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讲，有请总统心中来考量。民进党的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嘛表态讲，小听苏贞昌。这个男人太狠了！上任行政院长第一天，为了挡个小猪瘟，宣布机场行李100%要检查。行政院苏贞昌12月31日暗时伫面册打影片点政绩，佮话讲行政团队爱继续做对的代志。不过民进党9合1选举失利，内阁改组声音不断，佮加阳明山强泰公道场抽出顾问签，讲内阁若是无改组，规只船可能会渡水。不过代理党主席陈其迈表明挺苏贞昌。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行政院苏院长的大力帮忙。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的这个布局的一个考量，也能够以政局稳定为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这都要请蔡总统来多方考量、慎重考量。苏贞昌各大政治影片，各爱蔡总统各考虑是不是尽力捍卫行政院。不过党内立委批评声唔捌停过，上阵大选做检讨，批评行政院无检讨，换项拢同款。还是要把行政院现阶段为什么人民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声一气，我觉得这都应该检讨清楚。进来的检讨，不论是党务或者是政务老实讲都跟我有关，那我也负起责任。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稳定政局，也要开创新局。传出前副总统陈建仁也是行政院长的人选，但市长也有人点名接副院长，内阁安怎布局？蔡总统讲有答案就会甲大家报告，唔免一直要。记者综合报道。1月7日，台北市立委补选特别投票，剩无到1礼拜咯。元旦假期国民党的王宏威甲民进党的吴怡农4月去拜票，昨王宏威嘛参加元旦的升旗典礼，洪指控有乌金背景的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叶林团并无出席，嘛引起讨论。2023年第一天，向选民讲新年快乐。民进党立委补选候选人吴怡农连续2天伫咧滨江市场拜票。被问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话正酸，讲民进党想要甲两化论述，自抗中保台改做和平保台，并且批评吴怡农的政策是行伫咧顶顶世纪的路线。吴怡农回应讲，伊坚持的是反共保台。朱立伦主席，对我的批评，我听到很多的形容词，其实我也提出非常具体的国防的主张。那我也期待，如果朱主席愿意的话。详细的说明他反对我提出的哪一件事情。伫选前倒算黄金周，副总统赖清德加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其迈拢将会出现挺吴怡农。因那国民党的王宏威是有南亚上强的规模，新北市长侯友宜第2名改徛台，两个人伫咧市场扫过拜票，也不过王宏威伫咧参加元旦升旗，包括市议会副议长叶林团。黄复兴党部的主委桂林莲拢无来，外界也因放大镜伫咧看。那我想，我受邀去参加这个升旗典礼，那我当然非常的高兴。
那至于谁会出席，说实在，我是应我们的电台里的邀请，我想我会充分的尊重我们的主办单位。法律问题回归到法律的问题，人跟人之间，大家都是以互相尊重来彼此的看待。因为叶联团牵涉到恶道的争议，桂林莲身为国防地壳战略咨询委员，伫这份去参加统促党的活动也引起争议。吴英龙是对叶联团等人无参加元旦活动，回应讲无需要批评对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件真严重的车祸哦！伫昨下晡2点外，台17线台南北门落南的车道，有轿车去弄到桥墩，车顶5个人，4个人是对车内飞出去路面，嘛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轻重伤。初一下昼2點40分，第17線台南北門成為抽水站5號大橋發生重大車禍，一台向北駛轎車唔知什麼原因駛正緊去弄到護欄，規台車失去控制，並倒佇咧對向嘅路南嘅車道，因為迄當陣車速正緊，車頭冒起零件也甲規頭殼，規台車攏變形，車頂4個查某1個查某受傷，因攏是光橋班嘅人。經我們初步調查，是該支小客車在台17線。往北的方向先撞到路邊的護欄之後，後來再停留在這個南下的車道。警方講，駛車是91年出生單的查甫人，車伫咧經過北門區成為抽水站附近的時陣，突然間家己弄橋墩，車內5個人，4個被丟到車外。到現場的時候，那是車體翻覆吼，那據報現場有5位人員受傷，那1位是在車體受困。那其他4位人員已經噴飛車外。駛伫咧因後邊一台車是甲因做伙，因講昨最近出電，煞了要登記家己報地，無想到講駛到半路煞出代志。我自己出站，我要登去了，伊家己開車，我是坐轎車啊。有2個人當場無喘氣心跳，其他3個人分別受到輕重傷，送去治療。因那重傷的一位男子，隨一案搶救無效，3個死亡。因那駛車的駕駛是輕傷，深受啉酒開車意外檢測。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昨個天氣無介好，所以真濟人攏無看到新年頭一天的日頭光。也毋過有一幫對台北出發，飛去花蓮看日頭光的專機，飛行機頂頭有70個人，佇1萬英尺的空中，攏看到2023年頭一日的日頭光哦，大家是攏真歡喜。飛機伫1萬英尺懸轉台灣，會當看到新年上早日頭光的所在是這班台北飛往花蓮的班機，70人全坐滿。到花蓮了後，也過佇當地耍2天。在清水斷崖的1萬公尺的上空來欣賞曙光，那也帶領遊客走遊我們花蓮的太魯閣以及縱谷的經典遊程。甲機上幸運的旅客無共，透暝前往台南做電治療觀景台民眾有淡薄仔失望。出日的時間一個到，不過天頂煞落濕濕啊雨，觀景台規個濛濛濛。沒有看到，有點失望。小可惜。屏東龍盤草埔嘛是同款的情形，現場2-3千人要看日頭光，卻因為雲傷高，甲落雨看無。啊，閣有遊客要去的半路，好親像西神去弄到頭前的車，家己的車嘛並車。應該是停在路邊的。哦，停在路邊。對。看無日頭光嘛免失望，台南山區的梅嶺已經有梅花在開啊。看起來還初開而已啦，對，還沒有盛開啦。對，如果要盛開，可能還要隔個一兩個禮拜吧。咱若講全面大開來講啦吼，預計還閣超成10天，甚至超到月中，1月中才會大開。今年雖然受到暖冬甲酷寒影響，梅嶺的梅花花期有較晚，啊毋過拄着冷氣團助攻，有部分關海拔的梅花已經開啊，一定伫初10至15回訪會上好。記者綜合報道。咱再來看新的一年有啥物新的制度？除了基本工資提懸，民法新年的年紀嘛降做18歲，嘛要開始實施國民法官制。毛民眾哦，佇新年的頭一天迎接新的生命，那麼做伙來分享因歡喜的心情。手抱大家出世的紅兒仔，但小姐是花頭喜面，因為2023年元旦的這一天，一個古水的查甫囡仔就來出世，伊的體重有3000多公克。這個36歲生頭一晚的婦人人，伊感覺實在是真好運。剛好時間到了，沒別特別看時間就自然就生了。新年新希望，嘛有袂少新的制度實施，親像國民年金的保費會起到10%，勞保費率嘛會調懸到12%。由於津貼的補助無排付，
差不多增加4万外的幼囡仔受惠。电动自行车爱挂牌立管，未发成年的年岁降到18岁，也若满23岁的民众有机会逢选做是国民法官。基本工资月级会调悬到26,400块，也若1点钟的薪水是起价176块。你至少是涨的，因为你通货膨胀，所有东西都在涨啊。你就算是涨得不多，那你也是涨啊。薪水涨了，外面卖的东西也会涨，就感觉好像没什么差。其他民生消费的部分，亲像超商、手摇茶等等现做饮料，只要是有加比因的，拢爱标示加比因的量。自动贩卖机卖食品甲饮料，还佫有收费停车场，拢爱特别开发票。非本国籍无健保身份的新冠确诊者，都爱自费做治疗。另外，台北市内底2000多间饮料店，嘛禁止使用一解就单调的塑胶杯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保育员郭彦林，伊本地是为着要研究台湾乌熊，对华人的本土族人行入青山那内。也毋过伫过程中，伊看到原住民用心用情来对待自然万物，伊深深受到感动，嘛甲一寡故事写落来，出做册，咱做伙来看卖。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登山这件事情。对我也花了蛮多年的时间，把自己那种非得要登上山顶的那种心态抛弃掉。一步一步慢慢啊行。郭彦林跟队组人为2008年行入青山那内，原底是要研究台湾乌熊。这14年来，所观察到以前无看见的自然生态，感受到族人对土地的情谊。为着要记录这寡感动，伊就写出这本册《行入本论的山》。看一下学长的研究的历程，去跟他学习山林的知识，包含自然生态跟原住民方面的文化，都对我来说受益良多。伫新册发表会。郭彦林分享家己过去爬山的脚步拢上紧，也袂赴欣赏美丽的景致，观察动物的行踪，就急要上山顶。长时间参族人来往了后，学到山林智慧甲传统文化，才豆豆成做一个温柔的爬山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就开始分享说，哇，他们以前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怎样的事情，譬如说打过的猎物的一些故事，或者这里曾经有一些历史意义。透过行入本论的山这本册，郭彦林毋忘用原住民的目光，撮图者认捌台湾山岭四季甲人文的差异，提醒大家伫爬山的时会当放慢脚步，感受青山那内万物的变化，思索思考家己甲土地的关系。快来欣赏风景吧，不要再拍了，真的很漂亮。这个角度，一定要从这个角度。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云林的元中乡有一个西庄社区，去年甲整理一寡老厝的回装的图样整理出册。今年应该发挥创意，甲这回装的图去做龟仔帽，印伫红菇粿顶头，最近是真穿的文创商品。甲吹好的红菇粿芳上道，看起来该好食款。详细甲看，印伫红菇粿顶悬的图，竟然拢无共款。一寡印回装图样的红菇粿。是云林元中乡西庄社区的创意。算啊，讲食到这侪回了吼，没有用过这个，觉得好像是新的尝试啊，也觉得说好像我又重新学到一样技术。印起来安尼就袂歹足水的啦。以前咱印的是种红的红菇，啊，今嘛这是几啊行几啊款的啦。西庄社区拢总有106款无共的回装图样，社区甲整理做一本册。介绍每一块回装意思，因为回装有吉祥意义，社区阁找木雕师傅来教时代去做8款无共多样的龟模，摕来做红菇粿。化妆透过木雕来呈现它更好看，对啊，更有立体性。我们都是让学员自己去挑他们比较喜欢的图案下去刻，这样子比较有意思啊，对啊。因为我们5年前搞了，大家户户爱做红菇粿，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些印有社区图腾还是花砖的这些规模做成红菇粿，然后分送给大家这样子。社区配合装来迎5年千岁的庙会活动，甲做好红菇粿分送给乡亲，嘛希望透过木雕的方式，甲社区的回装特色保存落来。发展创新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伫新的一年有一寡新的环保政策，要求亲像麦当劳这款素食餐厅，拢袂当阁使用过的单调的餐具甲包装，办公会当来减少一档18万吨的垃圾。
伫巴黎麦当劳伫咧店内食，用的杯啊、碗、挂、汤匙、签啊，拢是当重复使用的产品。这是法国2020年通过打击浪费、鼓励循环使用的环保法案所规定，缓冲期过了，2023年正式实施。 Et en plus, alors écologiquement c'est évidemment une bonne idée pour arrêter ça. Et en plus, voilà, le verre par exemple, c'est plus agréable de boire dans un verre comme ça que dans un verre en carton. Donc je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gagnant dans cette histoire-là. 法国全国有3万间素食店，每年供应61份餐点，制作18万吨的纸杯啊、纸盒、塑胶的刀啊、签啊等本数。新法案希望大幅度减少这款废弃物，环保团体正肯定，连锁素食业者传真久也饲真久，怎么大部分拢用较俗耐用的塑胶的杯啊、碗做餐具，也毋过用白铁啊、灰啊、玻璃也会使。业者一个特别设清洁区，作业空间重新规划，教人客安怎回收，都减少淡薄麻烦。业者也因为安尼起价。 Tout ce qui change, c'est tout ce qu'on doit laver à 60 degrés dans une machine, comme dans un restaurant traditionnel en fait. 人客也拢正配合，不过常常有人袂记回收，食煞了甲参顾直接等的粪扫桶，或者是饮料也未啉完就甲杯仔也炸走。受到影响的欧洲包装业者协会讲，安尼制作爱开真侪能源甲水来水，无一定比会当回收的纸盒包装更加环保。 除了减少包装的本数，也爱惜物件。法国经济较歹的科西嘉度有一间第二春商店，内面所有的物件，包括猪、咖啡机、餐具，甚至是阿兄车，拢是别人用过二手的。大家当将厝内用袂到的物件摕来遮，互需要人免费摕去用。这袂好好的物件就等咧粪扫桶。伫通膨数字愈来愈悬，大家纳税愈来愈严的时阵，帮助一寡日子较歹过的人。 公司新闻施会长评价。咱个来看法国伫越南殖民的时阵有未少的建设，为当地留着真侪有特色的历史建筑，也毋过经过将近1世纪，有真侪古迹拢已经旧凹旧臭咯。后来市政府启动老厝翻新的计划，望讲或者旧厝会当展现过去的繁华，佮有新的生命。对巷仔行在西一个弯行入门就是五明治引导。 47岁五明治自细汉就住伫咧这栋法国式的建筑物，伊的囡仔也伫遮出世，日子一天一天过，人会老，厝也会老。这款伫咧法国殖民时期起的高级厝，经过1世纪的风吹日拍，砖仔壁、厝遐拢凹啊，水管也新鲜。看到厝愈来愈旧，愈来愈凹，五明治真唔甘。See the structure is deformed. You see a lot of crack in the wall. 伫越南河内市，甲五明治引导共款的厝就有1200间。这栋伫咧市中心的旧厝，外形看起来正凹正旧，对圆形的气窗甲窗仔门，敢若看会出内面藏着真侪故事。法官伫1954年离开了，越强政府强制征收这寡厝转做公营，一个住伫越南的厝主被要求甲这寡厝分互较善者的民众。 不过，这寡厝年久无修，变做危楼。今年河内市政府总算决定，把这寡厝列做历史建筑，结合有算甲无款，按算伫咧3年内完成60栋公用厝的征收。Thì cũng phải liên tục sửa chữa, cải tạo, nâng cấp, chừng cái chu kỳ nó độ 20 năm đến 30 năm một lần, chứ không thể lâu hơn được. Nó phải được sơn quét vôi lại, chát vá, bởi vì ẩm mốc rồi thì long lở, thì cửa rào phải thay đổi cầu thang. 河内市政府的旧厝征收计划虽然出发点袂歹，也不过大伙意見無同，溝通的過程正開時間。Chúng tôi tu bổ theo cái nguyên tắc đó là bảo tồn tối đa các cái yếu tố gốc và sử dụng các cái vật liệu truyền thống, và bên cạnh đó là kể cả các cái kỹ thuật tu bổ ở truyền thống và cái 考慮真久，五明治最後也是決定要搬出來。雖然唔甘，也不過伊希望有一天會當閣看到這間厝，會當恢復伊以前古早的風華樣貌。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輯。咱再来看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有900栋历史的圣马可教堂，官人拢会饮水哦，佮饮超过半个人悬。为了保护古迹，意大利的建筑师伫教堂的外面设玻璃栅栏来挡水。虽然讲是无介好看，也毋过效果是个袂歹。民众行伫咧机关的茶房顶头，下看的水是淹到骹盘才悬，这是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正特别的情形。
有人称后悔行路就无受限制。也过有900年历史的圣马可大教堂，内面珍贵的马赛克地砖加大理石的条画，是挡袂掉海水盐分的侵蚀。当局为了要保护这款古迹，伫咧教堂外口架玻璃闸门挡海水，民众对安尼施作也表示赞成。C'est pas très joli, mais c'est mieux par rapport quand il y a la montée des eaux pour protéger les mosaïques. It's protect. It's a cultural treasure. It should be protected. 圣马可大教堂是威尼斯地势上低的所在，比海平面国家低64公分。自1872年威尼斯有调水管道的记录以来，有25遍超过140公分，而且敢若2019年11月12到12月23这段时间就发生过5遍，所以才用这种玻璃闸门挡海水。La barriera che è stata appena inaugurata nel suo funzionamento serve a impedire che le acque alte finalmente bagnino ancora il piede della basilica all'esterno e anche nel suo nartece, cioè il portico d'ingresso che sta appena al di là di questi portali. 最近这几年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更加严重。当局也搁开60亿欧元，要甲大票2000亿，伫咧内海入口的海底做78度活动式的爆发，海水若涨，伊就会升起来挡海水。It was very exciting the morning that they first went into use, and to see the photographs of the water basically being held in the piazza and not in front of the church. And I ran into a group of Venetians that morning who were saying, "Oh, this is a day to celebrate. You know, finally our basilica is dry." 玻璃闸门加活动式的爆发，拢只是圣马可大教堂治水工程的一部分。以后建筑师也会伫咧圣马可矿场下骹做排水道，将内海内面的海水引开，彻底解决饮水的问题。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这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